感谢朋友收听恢复主持台湾垃圾哦。伫咧咱台湾吼，真侪即个所谓神，也是讲咱伫咧服侍、伫拜拜吼。像就讲妈祖啦、关公啦、保生大帝啦、文昌帝君，等等等等等。即个即摆作为神的，其实伊嘛是伫咧人间，甲咱一般人共款，因为因有过去的事迹，亲像关公中间二打，亲像妈祖对土海来人讲啊，会当讲是因救命之神。啊，所以在因过身了后，就比咱一般的百姓服做神来伫咧拜拜吼。即摆要甲各位介绍一个保义大夫。保义大夫到底是什么人所做神吼？保义大夫传说就是在唐朝的时阵，唐朝唐玄宗时代，迄阵安禄山吼，甲史书面就是安史之乱，读过历史人拢知影安史叛变吼。这保义大夫就是唐玄宗唐朝时阵有一位柯婉甲着张巡因两个人，在安史之乱的时阵，叛乱的时阵，因两个守着睢阳这个所在。水就是水灵的水，但是伊的部首吼是一个目睭的目吼，这个睢阳。因两个守这个睢阳的时阵啊，非常的英勇吼。这故事啊，实在是落落长，但是我简单甲各位点。传说中张巡，伊是一个武功真好、真勇敢的这武将吼。在歌仔戏内底。大家若捌看歌仔戏，有所谓二路元帅，二路元帅吼，就是张巡。柯婉伊是守睢阳的主帅，柯婉算也是一个文官吼，等于讲是一个城的城主。那以咱即摆来讲哦，譬如讲是台北县长，啊是讲是一个行政院长，伊是一个主管。但是张巡伊是正的武将。虽然在传说中间，张巡伊的剑术比柯婉较好，但是以当时正副元帅、正副主帅为国家来牺牲了后，皇帝搁再追封这两位忠臣大将军，守睢阳的主帅加封为保义尊皇。当然保义尊皇都袂当有两个。张巡因为是副将。伊是替这个柯婉吼，甲敌人来战的，所以才封为保义大夫。在这场睢阳城保卫战的中间，张巡足勇敢的，可惜古早皇官吼无看武功甲战术，是论功假赏，所以保义尊王当然是。封我这个柯婉，皇帝更加无可能加封柯婉两个封号，因此证明张巡是保义大夫。保义大夫是保义尊王的副手吼，所以后来因为敬仰两位忠臣，因不屈不挠，毋惊牺牲来奉献，为家己的性命拼命。最后这两位拢牺牲去啊！我有对照着正史的历史，我有看吼，故事落落长。今仔日我简单甲各位介绍。后来为尊敬这个张巡啊，所以起庙甲奉拜。睢阳城当初啊，会当讲是比敌人的军马更较少。咱定来讲以寡击众，以寡击众。张巡的战术非常的好，虽然敌人安禄山吼，哇，迄兵将军师足多，也毋过拍这个城拍足久拢拍袂落。柯婉甲张巡两个死守这个睢阳，这个年代
可能有较久吼，若提起着日据时代吼，日本人伫咧侵略中国时阵，四行仓库，相信大家还有印象吼。咱若以四行仓库，哇，迄个将军吼，死守四行仓库，挡伫咧头前，后壁人吼会当个招军买马，充实粮食，继续甲敌人来拼吼。最后吼，这个日本原来是被败，所以安史之乱最后嘛是被唐朝来甲消灭掉。这对这个张巡、柯万两个人因的功劳牺牲吼是，这一样诶。大就大咧遮吼，还有一江山大阵啊吼，大阵啊尾啊，规个岛诶人拢牺牲，但是咱保住台湾。佫讲吼，这823炮战，迄当阵吼，真侪将士，包括台湾兵嘛伫遐吼，死守着金门，今仔日咱才当在台湾安居乐业。所以若摕即个比例起来，你就知影讲，当初柯万甲张巡两个人是守一个小小的城，小小的城会当守1-2年吼。虽然最后被安禄山将因两个人吼，因为迄当阵拍到尾拢无粮草你知影无？已经客秋仔军，甚至吼食人肉，老的破病的吼。我看迄个故事，真实的故事吼，看到足感动、足心酸的，拍开迄个是模样吼，咱想都想袂到的。最后因为人少，无军粮所以吼，柯万、张巡规个城拢牺牲甲一江山大阵共款吼。咱823炮战好佳在是拍赢的吼。所以柯万、张巡这两位将军讲起来虽然是牺牲，也毋过因为精神留落来。张巡，咱后代人甲奉拜，封为保义大夫，这才是正港的胜利赢家吼。撇规后代人敬仰封神莫讲，在战术会当以小博大，彻底粉碎了安禄山迄种好战的这虚名，互后代人敢开城门。你知影无？那一般人想，哇，敌人这么多，哇，赶紧开城门投降，但是毋是，张巡伊毋肯就毋肯，最后佫开城门。伊若莫开城门，是讲无开城门嘛袂煞，存死就着甲伊拼到尾牺牲去吼。我讲起就是因为拖这个时间，互大后方有时间佫招兵买马，才保掉了大长的大同江山吼，毋是大同，东条吼。有一个所在吼，伫咧服侍即个保义大夫，就是咱节目吼，哇，咱即个阿和吼，阿和伫咧淡水北新庄有一个张巡庙，这张巡庙吼是咱林清科先生伊即马咧做负责人吼。这伊所服侍这神就是保义大夫张巡，或者护手长的。留着长护枪，面小可乌乌手举宝剑吼。有时间吼，嘛当去行行看看。咱阿和的部落格顶头吼，都有这个张巡庙吼。我也捌去过。所以我讲过有真侪咱即马所服侍的神，其实吼，就是因过去有辉煌的事迹。毋管因的英勇，毋管因的牺牲，毋管伊为着什么人来做事最后因为因的精神永久存在，后代人才封因做神咱就即马咱所讲的这个关公吼，关圣爷就是刑天公吼大家香火足兴的，就是这个原因咱嘛希望讲保义大夫的故事，我轻轻点一下，因为我看迄部。敢安史之乱足长的吼，内底写甲
足详细，迄种剑法剑术，什么乌目睭啦，啊挂喙齿，哦，看到安尼心足毋甘诶。啊，但是今日我简单提一个讲者，互大家知影讲，哦，保义大夫啊，就是张。